于是成红，可见皮下。陛下圣殿，不管朝见。楚国公吃饭正了，一去客房烟云自走，却报传来举国欢腾。太子何有此有？父王，楚国公本是为朝天外黑子，快快有请。
上。哎，要上，要上！陛下，老奴记得先帝曾列下一诏，能说服燕帝朕同于王爵加封。你是说加封王爵？万岁，20年前先帝确诊了此一诏。不错，那燕营之罪乃中原平上，落得辽人之水已经200年了。当初太祖立诏之时，便想收复，恰非能使援。先帝对此也耿耿于怀，使其得以克服。楚国公却公自为。太子，你以为是何？父王，楚国公虽有专功，可他毕竟是未曾出手，查实父王恐怕查来非议。哦，太子说的是，臣出身我们只管代此从臣。我大宋满朝文武，当初为我派宦官领兵杀仗，出征之先太子，又为何不加阻止你？既是先帝遗诏，因我不可。楚国公专攻哈哈，谁知不愧？臣等服役，臣等服役。好，好，就以先帝遗诏，加封楚国公为光阳郡王。且慢，且慢，那。你是何才？天纵是御史陈洪。陈何？陛下，楚国公封王之事，臣以为不妥。如何不妥？楚国公此番当真是说服了燕平梦。岂非什么？难道这燕帝外子两人共生相残？不能，并非了人相称，岂非虚佛，有非相称，哪是从我而来呀？此令从今生水中从爱儿来，楚国公一列子历经了黑苍门。万宋君，太归宿提建功。父来我也千秋精神来作祟，烟云一终于万言声浪中，他谁去偏把脸来变一头的夜晚。从今上随风，承天行军面苍红，此事却曾。
我要杀了，正发了。下龙体要紧，才能攻破。停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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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魂不正，永生不到，死了不要朝你干净呀！停下！你去放手！停下！就不怕听你的死罪吗？停下！地下无心谁落地？非怎我风声随过红中心，茶身二草都不理，为防子红才担心。陈公，你是大宋空有为王之后，真是真有爱卿这等君心之称，何有之有？请陛下写去更衣吧。我真要将这衣服留着敬仰这样的车臣。陛下甚恨！陛下甚恨！陈爱卿，请是你是出自走马堂陈氏吧？真是来呀！册封你愿走马堂为忠孝礼，经过此地者，文官下轿，副官下马，以表陈氏一门一类重量，进行今日之功。臣恳谢陛下龙陛下，陛下，父王，今日这事，楚国公虽负燕地有功，班子奉为光阳郡王。那陈红你这陈驸马为生方正，贪孤于耕场，不含留在田中。
将他为皇主父生出吧。父王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命立理，为往生祈求用，为万世开开明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命立理，为往生祈求用，为万世开开明。为天地立心。为生命立理，为往生祈求用，为万世开开明。父亲，当心天亮。孙娘，今日可有京城来信吗？你未想此举，怎还会与京城来信？潼关为所谓燕地，家中赋税，自是名目良深。此计何日一起，身为他手正直，理当劝进陛下，明察真相啊！父亲啊，父亲，你这是何口嘞？
朝中曾遇事，这是这乡下所愿的臣夫子啊。我乃陈夫子，嫔妃曾遇事哦。小三言听，尹正兄，小三言的尹正兄，小三言的，哎呀，果然是你呀！小三言的，是你我本府边境若采用成长，于是三岁去见了啊！哎呀，真是下山小弟了！怎样？快来叫我送生娘！哎，怎样结果送不生呀？快起来！3年不见，果然长大成神了啊！这孩子从小就早成喜欢，怎样记得？小时候怎样屋里摊贩都要稍后切的，怎样见我垒上一份你都还记得呀？怎样？那便是苏院吗？不想去苏院看看。兄长，我得这样去苏院看看。给老板去备了。兄长，请受啊！为王孙记着用，为万事开开的。兄长，此番为相可是心情呐？义兄虽到草民，要眺望京城深城。京城深圳，天必不给恭喜为兄啊！兄长，这京城之官岂是这么好受的吗？天必言下之意。兄长，此去京城江城何者？上层圣神，天生有正言，有正言么？正是。兄长，可知正言怎测受在？正言身为监quân，实在不仅从理，不但主政，匡正军兵，见证得胜。本朝监官皆权于世，尹左兄可知于世权者？身为御史当纠察官，写书正高级，他是侧听边，小事则有他。你目击此事，贼马当成事，尹左兄可万幸的陈氏为官之家训么？死于草野，为主为良。好啊！秀才眼的发自三门，莫非瓦里有瓦？尹左兄，朝廷大会，清楚的不计杀君，济南里，全体将引水，为张旗，我若此。天兵所谓全歼，究竟何曾被通过一打？那潼关从今岁烟云里，毛公了上把军旗，天当当这天，今节深邃天子里，国儿为藩，必此官在归天国。
是用具，苦卷茶水所尽呀个花心难传心。兄长尽管将来，此番进京，前程的梦，带上分量，恐有不便。这孩儿似有丧母，也父此可痛。好在他都是外孙亲命，天地他才为兄。想将他同父与你兄长，听我兄长送天地兄长，天地。陈兵上书，黄杨军官同官通敌马公。陈兵上是按黄杨军王实行诬告，三亚大理寺只有东宫是如此，被查清又有罪作错字。万岁！万岁！我预想到那陈帝尽管上罪诬告虚妄，不是两类的广度，只给当堂定罪。万事万岁圣的，将他参押大理寺。君王虽为眼帝，忠心苦表，怎会做那通敌卖国之事？待太子查明真相后，再做处置。诸位大人都来了，参见君王。请在本王圣人，参蒙诸位同了不起，登门何事？老夫关节不惊，各位不必拘礼，我们同饮美酒，不醉不归。谢君王。
是爷爷。我是爷爷。师傅从来不是我，是我终究也难过，也难真相无语中只怕是习惯体不必管人，要在处理一次一次。神头一阵西城雨啦，你说的田中氏御史陈洪，成功。唐代公关，我国两名齐军马上，战须始终。郡王，郡王，我是广阳郡王，你们谁管着我？谁管着我？我的广阳郡王，谁管着我？你们谁管着我？谁管着我？郡王，谁管着我？郡王，谁管着我？郡王，郡王，虚惊一场。郡王，那成定之事，老奴已团察清楚，在他的来往书信之中，发现了这个羞着亲戚，妾身田中氏御史陈洪成是功。羞耻。才是英文不善呐！哎，此等穷酸俗生，寒窗苦读，无非屈官求财。郡王何不虚以利落，龙蛇梦想？本王何曾不想？那趁我辞官之后，老夫恐他贼身事端，有意思好，许他死罪自罪，哪晓得此人冥顽不灵啊！那便宜儿的妻子是何啊？送去了万两本银，结果连陈家的门都进不去。哎，竟于这样的人，他既清酒不切切把酒，休管我谁都心疼。郡王，妾日曾经侧言上书，陛下虽下令将其斩压他立时，妾娘也想与君王保的太子之叛此案，并诏令着我来京作证，此为何意呀？生意难查，郡王，可知当今陛下心头最急何事？何事？当真当真。
圣地，写册子名字一元真马套，那是同乡同宗。同乡同宗你是谁？陈后不是这句话，你故一个结党营私的财民吗？结党营私。这神王以内是太子殿下，去王不必多虑，常言道，先下水为将。哎呀，传承我长堂，臣无上当。听说兄上最看的光阳光，一想那个女子茶子香，去茶里怎么去怎去怎么，还怪了这元素啊，一代长。怎么是你，太子殿下何才呀？太子母自传是在东宫之中，殿下不准陛下自古力争，策力满级，亲任本王先陪他生我。带什么？干什么？兄长，兄长，天地。怎为是此？怎为是此？天地，兄长无能，经营不成，反受奸臣父也。十年牢狱，也有三成的水笔尽了。此番到案取证，本想也做太子殿下明察真相，谁知竟是这般情景。只怕那奸臣粉碎中天，情长莫下。堂下之人苦是才何？是有真呀！你与朕定可是同乡，同乡又是同宗，同宗一帮同业，一帮同业。同乡同宗同业，分明还是同同大，此也何意？此也何意？你汉臣莫不立法完整的结结当营私，无言本王才道歉，还不与我从曹
无法想。我想，我想你今日来年心轻松。我想你生的来人望成兄。我想你有比你长娘子。我想你千里之间无穷。你不早，臣弟，你所举及这红颜帮王一事，还不与我从人找来？透过你如果卖国之音，财神不孝，何须给钱？曾令我身为结贵，才也进谏，何来诬告？咦，还要有差一次，是小大爷，
特子母成定之身，与他成父国兄长。好一个兄弟情深！参天，你既已参在，那便还呀吧！曾见此贼，曾的曾也，看有我也。嘿！天生走走在路上，穷见领导在张流，那一声声清脆，中传汉诗，中传汉诗。兄长天命，全子君同父逆也。兄长。兄长，哎呀，向陈国请我压了下去。太子到！怎会是此？他的动过，经过参军来迎，便是大臣，非道何罪？臣弟我，请你太子殿下自审，谁见你的权利关于此案呐？臣不过是见太子辛劳，替天下分忧而已。那么多少何罪呀？臣弟臣这愧在羞愧难当，此情而亡，与本王后关啊！太子殿下，臣的大圣冤枉，冤枉！今晚有何话讲？太子殿下，此经臣的意思，本王审他有罪，臣我讨他冤枉，岂是空口无凭，协议难行？莫是将我等一往于前，有陛下的啊！这是不知道陛下是信得过我老臣，还是信得过他臣殿下，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
请送陈夫子给我回乡。
想当初，船公子归他乡去，依稀别，何不退？这首夕阳狂。
种长树，报国之子，心地美。心地兄长，兄长，先生留台，今有才。非不见故城归。风雨隔断生死间，赤脚真不言世间，不言世间冤仇天。
我是这块活水，我是这块活水，痛啊！夫君之痛，叔娘事痛深深。此际胸肠猛难，怨心难息。你若这一不成，叫我也张良是我呀！张良，夫君。我们为家，臣是刺他。曾经开宝4年，幸临京师，曾宣太平兴国8年，会避京师，曾书他自相国3年，更续京师，曾命嘉裕8年，会马京师，曾并从我元年戊戌京师，曾听
你为王孙祈求用，为王孙祈求用，为汉室开平，为汉室开太平，为天地立心，为天地立心。光为天下面，人群不愧随姑娘天地间。总算是人虽老奸，却做很苦随意。天要把那天道正义当才见，天道正义当才见。我来问你，你弟弟为何而死？上罪弹劾，为何上罪弹劾？参此奸臣，为何要参此奸臣？此乃御史自责，他为何偏要进这御史自责的？陈良啊！我们也把奸臣自尽，平目私用，更负家罪。身为御史，我们奸匪的，非有江山所寄，天下苍生。江山所寄，天下苍生。夫君说的是，怎料我们为家娘妈，今生你真为救赎，偏上路把死。夫君，叔娘去求相思，怎料一种鬼吧。夫君，臣为谁计，也该让他早些上路，进进为死。夫君，兄长临终之际，可是将真了托付于你的呀，夫君啊！真良生来你多见，父母双方太可怜，兄长拖累这根苗，怎能够令他还开报奉献？
家，回家。娘，看花娘，把我挑去才心间。兔子也有才，大家伙一时催促难开言。先生，身为臣女，为忠为良心之前，再到牛皮前，与何见血面？莫讨反告，讨无心，莫讨与这死牙尖，死命在身。不在乎，为所敬为长生，不是为情，一往无前。怎了？世子，为师与你一同赴京什么？怎么？你也要去？嫂娘，四娘，嫂娘，娘，怎么白皮？父亲，四娘，怎了？怎了？四娘，怎了？白皮？
起准是时候。陛下，团马来报，完颜总毛脱离三个大军，杀出燕山，正咱们边境而来。那个路见我兵马可有新的消息？长水塔上一路以杀破金兵为度，不是借口第一塔，这其余各路是哦。哎，大都国足不见，此次必能同生。我大宋杨帝竟是些怎样的臣子啊！陛下，我大宋臣子倒也并非就是贪生怕死之徒，臣请陛下节前一程。后生，岳请臣先生。陛下，我也曾可见天下。陈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偏见为王陛下有难，身为大宋正子，理当为君分忧，为国轻松。果算是蟠桃见忠臣呐！怎么记得当年你在朝堂之上所言，啥是同关税富贵之力，他是大宋必罪为王之后，苦作言语臣臣。陛下，事已至此，必愿批示一转，死守边境。死守边境，叹我用意呀！私下京城府兵可用，总有张叔爷前往自首的他，也不过寥寥4万，此后与那十几万金军相抗。陛下，只要陛下一声令下，臣即率军修雷路，我怎么？关炮从圣奴所，欲转入私了局吹了么配红雨，全来死水尘头，一旦腾这兵马第一塔，而立即退金兵。这个陛下，陛下，四境天下大乱，臣心惶惶。此边境偏是我大宋臣民的至心国呀！陛下在，这边境在，边境在，这大宋在，怎样上下一心，偏不报君臣，扶阳让陛下。陛下，上下一心，京城府呀！陛下，臣对待，恳请陛下颁下一诏，奏令何事？即刻起，越传旨令请我儿逃生，无论王亲国戚保护他臣，列战不杀。洪阳王董万岁，亲为军将，朝代本此阵而逃。啊！洪阳王董万岁等此事，为君出马护送，纵用其为君护传王间，百姓周见而死，全部神速。好一个通关，牵着其他无尽。恳请陛下痛下决心，参此建议陛下。陛下，长江东浪与你看，船到江心都留字。才是生死成马军，如此节奏配合词。可那通关也已逃出人外，其当狱中都恐怖已追杀。臣可举荐一声，后生新生监察御史，臣子领
命你一举去把救主的救主退。陈姑娘，他30岁满身根，陈姑娘满身你被假的假的。请你陈桃山，陈姑的先生不光南贼去，南贼去。果然传的太上皇引奏，禀王爷，太上皇在哪边？好，此次随我前迎。是。贾公公，贾公公啊！贾公公，是我啊！君王，是啊，君王，贾公公，太上皇说他罪犯了，要在此地稍事休息，其劳动镇上故居。求请公公带本王前去觐见。我看君王还是不要去的好。这是为何？君王不知谋，如今太上皇对君王可谓是恨之入骨。这怎么为？其中原因，君王难道真的不知谋？好，我要觐见太上皇，你见我娘开，我要觐见太上皇，你见我娘开，娘开，你见我小东西，让你去古酒，会有失此之忙。陛下，陛下，我是东官，你是何人？我是东官呐，我是陛下承蒙的光阳君王东官呐。你来此做甚？太上皇耐心，老臣得来追随。哼，追随，通官啊通官，你好不知羞！太上贾皇，公公，求你过来了。是快随我去吧。太上皇，太上皇，太上皇，请恩正老臣是否作业？放水，啊！大胆东官，尽管抽完龙体，该当何在？贾公公你，我怎样？这个是强盗众人推，连你这只老狗也放你不能生了。你尽管骂我老狗！给啦！陛下，陛下，你不要丢下老臣不管，老臣也想忠心耿耿，忠心耿耿呐。忠心耿耿，这就是听信你的表忠之言，才知让老君上去吧。且慢，你还想做甚？老臣不想做甚，此是为太上皇扶驾。夫家，朕不许你扶驾！快上前扶驾。太上皇，
哎呀，太上皇！啊！禀王爷，御神马再奔而来。我还请是哪路人马？领队丞相是陈真良，陈真良，陈先生劫财于此，陈真良。原来是劫财于此，陈真良趁他人到此，不知他人到此有何归过？拜见太上皇。哦，快请起。是，启禀太上皇，李刚大圣与张师爷他生已带领众将士合力击退金兵，偏进得宝。边境大宝，臣奉陛下之命，请太上皇为公。好，这就为公，这就为公。此次老臣服下这地，一同为公。陈大人呐，这接着分明要压制太上皇啊！哼，王爷，看来你是不能委屈了。来呀，拿下！拿下！你们这管是臣，我是广阳郡王，你们谁管谁过？你们谁管谁过？谁管谁过？财政统管听旨。财政统管，加知责之权亦随事，且朝廷之恩亦是的。欺君不忠，为官不正，居功不立，得淫不胜，鲜美不知，居病不忧，才犯失策，求天分掌，求天分掌。臣我看见太上皇，快请起！多亏二位大圣及时到来。想不到老夫冷落至此，居然是百里所赐。错了，你有今生，前世你是君所赐。来呀！且慢，在我离营之前，老夫心中还有危机。将来你也信自我，可是为报那朝廷边关之人，非也，可是为报那有种杀兄之罪，非也。啊！你为我死死不放，非要自身老夫不可啊！此乃臣之责，于是自命。圣正之责，于是自命。通过。
城月亮江，空谷从今美娘，城醉马堂里曾家训，为宗为良，为宗为良，康熙总有那四声鼓小子好上，为我点唱我狂要我怎样谁过那团结了。屋子里清风凉去，父亲光残去风作铜墙。红尘中关于一代阴天神明，心放红万那红过。勾引我一是比何不扬名才难道真凭你观音居士机关算计千万计量，整体我不为不惧，天命不是顶天立地。是顶天立地的是陛下有旨，殿总是御史陈后觐见。姻缘
官醉马堂，太太侧忠良，为官是正气公高的保驾。清正曾家风，还是永传扬。